有一個牧師要去一個小鎮開佈道會，咁喺佢開佈道會之前3個月呢，佢先去個小鎮嗰度睇下先。喺嗰度，佢竟然無意中碰到一個舊同學喎。咁當呢個朋友知道佢要開佈道會嘅時候呢，佢好興奮地承諾要成為第一個受洗嘅人。咁牧師就心想，不如聽日就邀請佢返教會啦。但係諗下，都係唔好，3個月之後我返嚟嘅時候再邀請佢啦。但係當3個月返嚟之後呢，佢個朋友一直都冇出現噃。佢心想，你仲話要受洗，會唔會嚟㗎？喺佈道會嘅第一日，佢睇到左近有人正在舉行喪禮喎，佢就八卦想睇下係邊個啦。當佢去到見到竟然係佢嘅朋友嘅時候呢，佢真係難以置信啦。牧師感到好傷心，佢好後悔延遲邀請佢嘅朋友嚟教會聚會，家陣冇機會啦。我哋都即將嚟到再冇機會傳福音嘅時代，讓我哋趁着仲有時間，就邀請人接受耶穌啦，幫佢哋查經，派發屬靈書籍，為人代禱，邀請佢哋返教會，以及用11同埋奉獻嚟到支持上帝嘅工作。因為聽日可能就有啲人會等唔切我哋嘅邀請噶啦。當我哋歸還11同埋奉獻承諾嘅時候，就係定期同埋有系統嘅奉獻時，願我哋將自己嘅欲望放喺最後，而將上帝放在第一位。